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4月20日沙田日馬，共有5場草地、5場泥地賽事。當日嘅開跑時間係晏晝嘅12點45分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，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跑馬仔有一個指數，呢個指數唔代表越高係越強。指數係代表綜合數據嘅初步預測，大家可以攞嚟參考一下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次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。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，又例如佢第5次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一場5班1650米，馬膽係潘頓騎嘅2號大利好運，拖嘅2匹配腳分別係艾少禮騎嘅6號桃花多，田泰安騎嘅9號傳承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2號進優自在、10號富裕君子。第二場4班1400米，馬膽係潘頓騎嘅3號喜尊龍，拖嘅2匹配腳分別係艾少禮騎嘅4號超越夢想，巴道騎嘅13號肥仔精神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8號快活英雄、12號神居武士。第三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潘頓騎嘅8號天天灑落，拖嘅2匹配腳分別係霍雲星騎嘅7號有德型、鍾奕禮騎嘅10號加州星前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2號神速密碼、3號燭光晚餐。第4場4班1600米，馬膽係艾杜拿騎嘅4號英俊飛區，拖嘅2匹配腳分別係霍雲星騎嘅6號光明傳承、巴道騎嘅1號準輝煌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5號藍雀爺、7號銀騰。第5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潘頓騎嘅1號超加加，拖嘅2匹配腳分別係霍雲星騎嘅2號天時明區、班德禮騎嘅8號時間寶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川河營區、12號幻影旋風。第6場2班1800米，馬膽係梁家俊騎嘅4號遨遊武士，拖嘅2匹配腳分別係艾杜拿騎嘅5號遊龍串鳳、潘頓騎嘅7號有目共賞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當年情、6號常拼常勇。第7場2班1200米，馬膽係
潘頓騎嘅4號天天同樂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艾少禮騎嘅9號星際快車，艾杜拿騎嘅3號喜智寶，三重彩配腳分別係5號自強不息、2號美麗第一。第8場3班1200米馬膽係艾少禮騎嘅3號得心之月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潘頓騎嘅1號蒸蒸日上，田泰安騎嘅9號自跑得，三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假面騎士、10號喜旺區。第9場3班1200米馬膽係潘頓騎嘅4號巴基之勝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霍雲星騎嘅5號大浪原田，艾杜拿騎嘅9號英勇快車，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榮利雙收、3號風再起時。第10場3班1400米馬膽係艾杜拿騎嘅1號至尊高超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艾少禮騎嘅11號南區之星、潘頓騎嘅2號不同世界，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超開心、7號紫荊歡呼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